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天气一个寒冷，大家碰西衫穿条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衫，丝啊衫加鼻音读做衫。第一条，衫就是咱人穿伫咧身躯用来挡寒、炸身躯，或者是为着特殊场面穿的衣服。一般拢是讲穿伫顶半身，若是穿伫咧外口沿，咱讲外衫；穿伫内底，咱讲内衫。寒天穿的衫，咱讲寒天衫；啊，若冻雨雨衣雨袜，古早嘛有人讲雨衫。另外，古早查甫穿长衫，甲衫相关的动词动作，像咱讲穿衫、提衫、洗衫、披衫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碰洗衫，就是用碰洗车的衫；第二个词读做衫经仔，有人讲是衫经，就是经衫的家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洗碰洗衫有一寡撇步才袂变形，唔通用衫经仔来经衫，啊若打去了后，嘛尽量莫用衫经仔，只要好放好平就会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衫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